大家好，我是郝运财，好运对你来。即马要来甲大家分享2月7号真财有三石的版路来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来，咱即马开始今日的第一版。咱即版的版头呢是27甲28啦，这两粒做伙来开，所以咱要对10月30号才来看。版头27甲28啦，这两粒找着了，咱刷来先找着版头顶4期的第一粒，2期4期。顶4期的第一粒03啊，咱的03啊要来甲加上20，所以3来加20，是物叫二数？二数的要来伫版头的下3期来开，1期、2期、3期，二数只。来，咱直接搁来看到11月1号，版头27甲28啦，这两粒相像搁做伙来开，所以共款先来找到版头的顶4期的第一粒嘛吼，2期、4期，顶4期的第一粒100。咱的100要来甲加上20，所以18来加20就是39。39的要来伫版头的下3期来开，1期、2期、3期，有无？39只。来，咱搁继续要来看，伫个12月8号，版头27、28啦，这两粒共款搁做伙一只来开，所以咱版头找着了，先来找着伊顶4期的第一粒，2期、4期，顶4期的第一粒05。咱的05要来甲加上20，所以5来加20就是26。26要来伫版头的下3期来开，1期、2期、3期，来26一只。刷落啊，咱搁继续来看到，伫个2月4号，版头27、28啦，这两粒相像搁做伙来开啦吼，所以咱共款先来找着版头顶4期的第一粒，2期、4期，顶4期的第一粒16。咱的16要来甲加上20，所以16来加20就是37。37要来伫版头的下3期来开，1期、2期、3期，37。这啊就是咱2月7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期。咱继续搁来看后一版。即版的版头呢是03啊甲11这两粒做伙来开啦吼，所以咱对11月19号才来看版头03啊甲11这两粒找着了，咱要先来找着版头的顶5期的第二粒，2期、4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一粒是100，咱的100要来甲加上13，所以18来加13就是31。31要来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，2期、4期，31一只。继续要搁来看到，伫个1月22号，版头03啊甲11这两粒相像搁做伙来开，所以版头找着，咱要先来找着版头顶5期的第二粒，2期、4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一粒是19，咱的19要来甲加上13，所以19来加13就是32。32啊要来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，2期、4期，32一只。来，搁来看到1月23号，版头03啊甲11这两粒拢连中啦吼，所以版头找着，共款先来找着伊顶5期的第二粒，2期、4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一粒10，咱的10要来甲加上13，所以10来加13就是23嘛吼，23要来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，2期、4期，有无？23一只。刷落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到。伫个2月3号，版头03啊甲11这两粒相像搁做伙来开，所以咱共款先来找着版头顶5期的第一粒，2期、4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一粒11，咱的11要来甲加上13，所以11来加13就是20数。20数要来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，2期、4期，20数。这啊就是咱2月7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期。咱继续搁来看后一版。咱一版的版头呢是06甲37这两粒做伙来开吼，所以咱对9月23号才来看版头06甲37这两粒来找着了，咱要先来找着版头的顶4期的第4粒，2期、4期，顶4期的第4粒23啊，咱的23啊找着了，要来甲减掉8。所以23来减8就是15啊，要来伫版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15啊一只。来，咱搁继续要来看到，伫个1月24号，版头06甲37这两粒
小象佮做伙来开，所以板头找着了，咱先来找着伊顶四期的第四粒，两期、四期，顶四期的第四粒是25，哇，咱的25啊，要来甲减掉8嘛吼，所以25来减8就是17个要伫板头的下5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5期，17只。搁来看到1月29号，板头06甲37这两粒。小象佮做伙来开，所以咱板头找着，共款先来找着伊顶四期的第四粒，两期、四期，顶四期的第四粒35，咱的35啊要来甲减掉8，所以35来减8就是27个要伫板头的下5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5期，来27只。刷落来要佮继续来看到2月2号，板头06甲37这两粒。又佮做伙一只来开，所以咱先来找着板头顶四期的第四粒，两期、四期，顶四期的第四粒24，咱的24要来甲减掉8，所以24来减8就是16个要伫板头的下5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5期，16，这下就是咱2月7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期，咱继续佮来看后一版。即版的板头呢是31甲37这两粒做伙来开吼，所以咱要对10月27号才来看板头31甲37这两粒来找着了，咱要先来找着板头顶四期的第四粒，两期、四期，顶四期的第四粒25，咱的25啊要来甲减掉了，所以25来减了就是19个要伫板头的下5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5期，19一只。来，咱一只搁来看到10月30号，板头31甲37这两粒，小象佮做伙一只来开，所以咱先来找着板头顶四期的第四粒，两期、四期，顶四期的第四粒咱的要来甲减掉了，所以20减了就是15啊要伫板头的下5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5期，来15啊一只。来，咱佮继续要来看到。伫个11月18号，板头31、37这两粒，共款佮做伙一只来开，所以板头找着，先来找着伊顶四期的第四粒，两期、四期，顶四期的第四粒23啊，咱的23啊要来甲减掉了，所以23来减了就是17个要伫板头的下5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5期，来17只。来，咱刷落来，佮来看到。伫个2月2号，板头31甲37这两粒，共款佮做伙一只来开，所以咱要先来找着板头的顶四期的第四粒，两期、四期，顶四期的第四粒24，咱的24要来甲减掉了，所以24来减了就是100来要伫板头的下5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5期，100。这下就是咱2月7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期，咱继续要搁来看后一版。一版的板头呢是05甲32啊这两粒做伙来开吼，所以咱对8月27号才来看板头05、32啊这两粒找着了，咱要先来找着板头伊顶两期的第5粒，一期、两期，顶两期的第5粒26，咱的26要来甲合数40，所以40来减掉20啦就是14个要伫板头的下6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6期，14一只。继续搁来看，伫个12月17号，板头05甲32啊这两粒，小象佮做伙来开，所以板头找着了，咱先来找着板头伊顶两期的第5粒，一期、两期，顶两期的第38啦，咱的38啊来甲合数40，所以40来减掉38就是02啊，要伫板头的下6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6期，来02啊一只。来，咱佮继续要来看，伫个1月27号，板头05甲32啊这两粒，小象佮做伙来开，所以咱板头找着，先来找着伊顶两期的第5粒，一期、两期，顶两期的第5粒37，咱的37要来甲合数40，所以40来减掉37就是03啊，要伫板头的下6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6期，03啊一只。
刷落来要阁继续来看到，伫个1月31号，板头05甲32这两粒相像甲做伙来开，所以咱先找到板头的顶两期的第5粒，一期两期，是顶两期的第5粒37，咱的37要来甲合数40，所以40来减掉37就是03啊，要伫个板头的下6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，03啊，这啊就是咱2月7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期，咱继续再来看后版。咱这版呢是高碰二青的版咯，版头是31来开伫个第3粒嘛所以咱要对11月11号才来看。版头31来找着了，咱要先来甲版头的顶一期的第3粒155啊先扣起来。咱的155啊要来甲减掉在，所以15来减在就是04的要伫个版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04加。继续再来看版头顶两期的第1粒，1期、2期，顶两期的第1粒07，咱的07要来甲加上19，所以7来加19就是26，26的要来伫个版头的下5期才会开，来26只。来，咱要阁继续来看，伫个11月18号，版头31同款阁来开伫个第3粒，所以版头找着，咱先来甲伊顶一期的第3粒16扣起来。咱的16要先来甲减掉在，所以16来减在就是05的要伫个版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05一只。再来看版头顶两期的第1粒，1期、2期，顶两期的第1粒1期啊，咱的1期啊要来甲加上19，所以12来加19就是31的要来伫个版头的下5期才会开，来31只。来，咱阁继续来看到，伫个1月3号，版头31相像阁来开伫个第3粒所以咱先来甲版头的顶一期的第3粒25啊扣起来，咱的25啊要来甲减掉在，所以25来减在就是14的要来伫个版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14一只。再来看版头顶两期的第1粒，1期、2期，顶两期的第1粒是15。咱的15啊要来甲加上19，所以15来加19就是34的要来伫个版头的下5期才会开，来34一只。刷落来，咱要阁继续来看到，伫个2月2号，版头31同款来开伫个第3粒，所以咱要先来甲版头的顶一期的第3粒16来甲扣起来，咱的16要来甲减掉在，所以16来减在就是05的要来伫个版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05。这第1粒，再来看版头顶两期的第1粒，1期、2期，顶两期的第1粒是16，咱的16要来甲加上19，所以16来加19就是35啊要来伫个版头的下5期才会开，35所以05甲35啊这两粒，也就是咱2月7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高碰二青的版咯。来，咱继续再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的版头呢是05来开伫个第1粒，所以咱要对12月29号才来看。版头05来找着了，咱要先来甲版头顶一期的第1粒01扣起来。咱的01要来甲合数17，所以17来减掉，这就是16要来伫个版头的下6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，16一只。继续再来看版头下一期的第3粒24，咱的24是要来甲减掉8，所以24来减8就是16嘛16要来伫个版头的下6期才会开，有无？16是毋是一只？来，咱阁继续来看，伫个1月7号，版头05相像阁来开伫个第1粒，所以咱的版头找着了，要先来甲伊顶一期的第1粒01扣起来，咱的01先来甲合数17，所以17来减掉，这就是16要来伫个版头的下6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，16一只。再来看版头的1期的第3粒10，咱的10要来甲减掉8，所以10来减8就是02啊，要来伫个版头的下6期才会开，来02啊一只。来，咱阁继续要来看到，伫个
1月27號板頭05又過來開佇個第一粒，所以板頭找着，咱先來甲伊頂一支個第一粒06考起來。咱的06要先來甲合數17，所以17來減掉，咱就是11就要佇個板頭的下6支的開，2支、4支、6支，1一隻。再來看板頭的一支的第三粒23啊，咱的23啊要來甲減掉8，所以23來減8就是15啊要佇個板頭的下6支才會開來15啊一隻。來咱刷落來，再來看到佇個1月31號，板頭05相像再來開佇個第一粒，所以咱要先來甲板頭頂一支的第一粒16考起來。咱的16要先來甲合數17，所以17來減掉16就是01，01就要佇板頭的下6支的開2支、4支、6支，01。這第一粒，再來看板頭的一支的第三粒31，咱的31是要來甲減掉8，所以31來減8就是23，23啊要佇板頭的下6支才會開23啊，所以01甲23啊這兩粒，也就是咱2月7號會當來參考使用的高朋二請的板路。來，咱繼續再來看後一版，咱這版呢是高朋3請的板路，板頭是3巴仔來開佇個第5粒啦吼，所以咱對1月3號才來看。板頭3巴仔找着了，咱要先來找着板頭頂4支的第一粒，2支、4支，頂4支的第一粒是11，咱的11找着，要來甲合數23，所以23來減掉11就是12啊，要來佇板頭的下5支來開2支、4支、5支，12啊一隻。繼續再來看板頭伊下3支的第一粒，1支、2支、3支，下3支的第一粒是05，咱的05要來甲加上17。所以5來加17就是22啊，要來佇板頭的下5支才會開來22啊一隻。來，咱再來看板頭下2支的開獎日期，1支、2支，下2支的開獎日期是6號，咱的6號是要來甲合數40，所以40來減掉，咱就是30的要來佇板頭的下5支才會開，有無？30一隻。來，咱閣繼續要來看到，佇個1月10號，板頭3巴仔相像閣來開佇個第5粒，所以咱板頭找着，要先來找着伊頂4支的第一粒，2支、4支，頂4支的第一粒是01，咱的01要先來甲合數23，所以23來減掉，這就是22啊，要來佇板頭的下5支來開2支、4支、5支，22啊一隻。閣來看板頭下3支的第一粒，1支、2支、3支。下3支的第一粒01啦吼，咱的01要來甲加上17，所以1來加17就是100，100來要佇板頭的下5支才會開來100一隻。來，咱要閣繼續來看板頭下2支的開獎日期，1支、2支，下2支的開獎日期13號，咱的13號要來甲合數40，所以40來減掉13就是27，27要來佇板頭的下5支才會開，有無？27一隻。來，咱閣繼續要來看到，佇個1月21號，板頭38相像閣來開佇個第5粒，所以板頭找着了，先來找着伊頂4支的第一粒，2支、4支，頂4支的第一粒是100，咱的100要來甲合數23，所以23來減掉18就是05要來佇板頭的下5支來開2支、4支、5支。05一隻。繼續來看板頭下3支的第一粒，1支、2支、3支，下3支的第一粒06，咱的06要來甲加上17嘛吼，所以6來加17就是23啊，要來佇板頭的下5支才會開來23啊一隻。來，咱要閣繼續來看板頭下2支的開獎日期，1支、2支，下2支的開獎日期23號，咱的23號是要來甲合數40。所以40來減掉23就是17要來佇板頭的下5支才會開來17一隻。刷落來，咱要閣繼續來看到，佇個2月2號，板頭3巴仔共款閣來開佇個第5粒，所以板頭找着，先來找着伊頂4支的第一粒，2支、4支，頂4支的第一粒是10，咱的10要來甲合數23，所以23來減掉這就是13啊，要來佇板頭的下5支來開2支、4支、5支
13啊，这第一粒，再来看板头下3期的第一粒，1期、2期、3期，下3期的第一粒空白，咱的空白要来甲加上17，所以8来加17就是25，25也要伫板头的下5期才会开，25啊，这第2粒。来，刷来，再来看板头下2期的开奖日期，1期、2期，伊下2期的开奖日期4号，咱的4号是毋是要来甲合数40？所以40来减掉4就是36，36也要伫板头的下5期才会开。所以13、25啊，抑佫有36这3粒，也就是咱2月7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高碰3星板路。咱今仔日板路的分享就分享到遮。你若是感觉我的板路袂歹，麻烦会记你先甲我订阅一下好运财啦吼。安尼咱若有新的影片来播出来时阵，你才有法度优先来接受到通知。最后我会再祝大家好运一直来，努力。